喺香港入邊，好多人係誤解咩叫電工。我成日都聽到好多人話，我想考電工牌、電工 A 牌、電工 A 牌。究竟大家知唔知道咩叫電工 A 牌咧？咁我簡單啲解釋俾大家聽。嗱，首先喺香港機電工程署同埋建造業嘅指引就係有分級別嘅。第一有電工中工，第二有電工 A 牌，簡稱大工。第三就係電工 B 牌，四電工 C 牌。如果一般裝修入邊咧，我哋最大嘅級別攞電工 A 牌400M 樓下就可以做到啦。電工 B 牌2500M， 我覺得喺裝修入邊係大家都唔需要涉及到嘅，所以我哋會諗係咩咧？諗電工中工同埋電工 A 牌。咁電工中工同電工 A 牌有咩分別咧？頭先講嘅 A 牌就400M 樓下就係大工，400M係咩概念？你當一個餐廳或者一個酒樓嘅裝修，1萬尺嘅所有電力裝置、燈啊、插蘇啊，所有電力裝置嘅 fill 箱3上到單上都夠做嘅，所以係全香港所有裝修都夠做嘅。咁 A 牌就係咁嘅分別，呢個叫電工 A 牌大工。好啦，電工中工係咩咧？電工中工係一般入行2年做啲基本嘢我哋可以想考個電工中工嘅牌照，係就係咁啦。咁我哋點樣可以考個電工中工咧？就非常簡單嘅，只要大家讀持續進修基金一個課程，就係包括佢嘅電力中工嘅牌照，俾150蚊去建造業訓練局度考試就得。考完之後就個電工中工，電工中工有啲咩用咧？好簡單啫，我哋攞個牌照去見工，咁好多人會請一啲維修人員啊，或者一啲物業管理啊，要請啲師傅啊等等啦。咁我哋攞個電工中工個牌照去見工，咁見工咁意思，起碼你基本嘅電力嘅裝置你都識啦。依家一般維修可以做得到嘅。咁電工 A 牌咩咧？電工 A 牌頭先講400M 樓下係大工嚟嘅，嘅意思係咩咧？你係有資格簽 WR1，可以去機房拍電掣，係啦。咁大家都要理解一樣嘢，點樣去做一般裝修工程咧？係咩人可以做得咧？其實係咩人都做得，不過要有電業承辦商公司關照底下，即係佢睇住你，你就任何人都做得，包括係中工啊、大工啊或者冇牌嘅人士都得，不過要有電業承辦商公司底下度做先得嘅。呢個就係香港機電工程署發出嘅指引，就係咁樣。咁如果有問題，大家想了解，我想去讀電工中工嘅牌照啊，定係讀電工 A 牌嘅牌照咧？咁我哋可以再詳細話俾大家聽點樣去考呢個牌照。我哋家居維修學院咧就有2個大嘅課程，第一就電工中工。電工中工係咩咧？電工中工咧就係我哋有一個課程係叫做持續進修基金，係香港政府俾大家讀嘅資金課程嚟嘅。意思咩？大家只要俾1萬蚊。讀呢個電工中工呢個電力線路報示證書嘅課程，出席率超過80%咧，就可以 claim 到8000蚊。即係意思簡單啲講，你2000蚊同我就可以讀呢個課程噶啦。另外，我哋可以教你嘅內容嘅時候咧，可以教你點樣考埋呢個電工中工嘅牌照。呢個係初級嘅班嚟嘅。咁讀完呢個課程，咁我哋想考 A 牌得唔得咧？係得嘅。咁只要大家有電承辦商公司聘請大家，跟住考呢個牌照 A 牌。A 牌係咩咧 ？A 牌即係大工，咁好似係大家考車牌咁樣，有冇聽過考車牌點樣做啊？我哋考筆試合格，100條入邊60條合格就得噶啦。跟住之後就考路試，考呢個實務試。實務試 pass 咧，佢就會將證書俾你嘅，證書就叫做電力技工技能證書。合格咗之後咧，就大家要爭5年嘅工作經驗。呢5年工作經驗係要喺電業承辦商工作5年，有張轉介信。或者係員工證書，咁大家就可以去機電工程署申請電力 A 牌呢個牌照㗎啦。如果有大家想考到呢個電工中工啦，或者電工 A 牌咧，可以聯絡我哋，我哋可以教大家點樣去攞到呢個牌照。